那昨下晡3点外，嘉义有民众看到一台轿车后斗的门无关，有载一只脚踏车。不过详细甲看，竟然有一个囡仔坐伫后斗，实在真危险。民众好心要提醒，这台轿车煞无要甲插。嘉义市府表示，这已经违反绩效款法，会通知驾驶到案说明。 载着脚踏车的小客车后车厢无关起来，不过后壁民众愈看愈奇怪，向向发现，佫有一名囡仔伫后车厢内面，表情看起来有一怪惊。跟他讲吗？小孩在后面。身材较细汉的囡仔闭伫后车厢，烦恼是囡仔变高人对伊也爬入去车厢，家长唔知影，看到民众赶紧要去闸车提醒，不过对方的车窗关起来无回应。迄时阵马路有袂少车，互伊烦恼囡仔安全。 危险，因为那个车盖看起来没有绑任何牢固的动作，所以有时候甚至在开有那个路比较颠簸，它也会上下掀动一下。万一那个脚踏车掉下来，人也搞不好会连车带人就拉出来。代志发生伫嘉义市五凤南路和军辉路口，7号下晡3点，有民众发现囡仔被藏伫后车厢，手内面佫掠着一台脚踏车，怀疑是家长为着一时阵的方便。 从影片来看呢，该行为呢已经涉嫌违反《儿少权法》第49条的第15款哦。那最高呢可处以6万到60万元的一个罚款。那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3项及第7项相关规定，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 社会处表示，当事人已经违反离校款法，已经请警方调取车辆的资料，通知到案说明，要调查是毋是管教有问题。记者李小燕、赵冠嘉义报道。